咁至於呢一場波阿仙奴對韋斯咸，我當然亦都會覺得阿仙奴係有壓倒性嘅優勢嘅。不過我覺得未必有想像中嘅咁輕鬆。一場賽事啦，咁其實阿仙奴已經喺兩場嘅歐聯都贏波啦，贏2-0都幾輕鬆啦。咁其實呢一場阿仙奴一個最大嘅優勢，其實佢哋係有得輪換或者兵員方面咧係可以有啲後備方面都係強嘅。如果行唔通或者下半場有啲咩輪換啊、戰術嘅調整咧，其實阿仙奴喺呢方面係有極大嘅優勢。馬天尼啦、托沙啦、美連奴又可以中場又可以打中鋒啦。咁另外就旺拿尼亦都可以打攻中啦。咁啊，另外亦都有阿仙奴有啲年青球員啊、小將係可以用啦。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阿仙奴喺兵員啊，特別係如果要發力要改變咧，有好大嘅着數。對手韋斯咸啦，珀特麻麻地啦，表現啦、成績啦，咁就換咗紐路啦。總結呢一場嘅倫敦打比啦，阿仙奴對住韋斯咸啦，所以呢場賽事我覺得阿仙奴會贏韋斯咸，冇想像中會咁輕鬆。你話覺得如果阿仙奴係熱得好過分啊，係咪真係可以大勝咧？我唔敢講，但係我覺得值得推介就係話，韋斯咸頂得住半場，下半場頂唔住啦，因為阿仙奴始終可以變啊，好兵員啊，後備兵員好強大啊。